马上就好。我来试试。哎呀，行了，别给我们添乱了。我来。哎呀，行了吧你？你这样揉，灾民到晚上都吃不着。哪有你这样揉面的？那是这样揉，这样揉的，不是这样揉。看着我弄啊！这个馒头的大小啊，你得弄得均匀一些，要不然到时候灾民饿急了眼就会睁大显小，知道吗？来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得了。慢点了。大家来排队了，吃粥拿馒头啦！每人一个馒头，1碗粥。别急啊，来这边拿馒头。排队啦！来，你拿啊，拿好，拿着小心套，小心点啊。拿着。每个人都有份儿啊，不要急。来，拿好。给。来。给你。来，拿好，拿馒头。老太太，怎么样？人已经没了。大嫂，快喝点粥。大嫂，这孩子怎么一直哭啊？是不是饿了？你快喂他喝点奶吧。哪里还有奶？我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。不哭了，你爹跟哥哥姐姐们都已经饿死了，要不了多久，说不定我们一家子就可以团聚了。大嫂，来，把孩子给我，我帮你哄。你先吃点东西吧。来，给我。好。哎呦，哦，乖，不哭了啊。谢谢小哥了。大嫂，粥太烫了，先吃个馒头吧。乖啊，别哭了。大嫂。
鼓了，上面有人。交钱吧。拿下！龙珠？什么是龙珠？就是皇上的眼泪，就是您的眼泪啊！说实话，朕自小长大，除了8岁的时候，父母双亲轰逝以外，还从来没有掉过眼泪。让管家找个奶娘，好好把她养着，好好把她抚养成人。所需用途，我会派人一一送过来。钦差大人真是心善。这孩子虽然父母双亡，很是不幸，但能遇到钦差大人，也是他的福分。奴婢一定好好照料这个孩子。这索大人还得有10日才能把兵给调回来，每迟上1日，不知道饿死多少人，酿成多少人间悲剧了。据我打探的消息，现在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灾民涌进太原城，每天都要饿死好几10个。官府来不及掩埋尸体，只能把尸体集中到城外，一把火烧了。龙小弟，我们真的还要再等上10日吗？这10日不知道饿死多少人了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们干脆1不做2不休，我们去把那些私吞的官银官粮全都劫出来，发给老百姓。欢妹，大清律例，抢劫官银官粮可是死罪，诛九族的。师叔姑娘，就算是在宫外，但这种混话也是不能随便说的。哦，主子，欢妹从小就冲动任性，说话不知轻重，请主子恕罪。今儿个我也冲动任性一回，去把刘德昭他们私吞的官银官粮劫出来。当真？你这个皇上带头抢劫官府啊？对，但是我们要想一个万全的计策，不劫则已，一劫必中。你放心吧，这事儿我大哥最在行，我大哥一劫绝对成功。欢妹，其实一欢不说我也知道，你们两兄妹以前闯江湖的时候，必定做过很多违法乱纪之事。你都跟主子瞎说什么了？我没说，他自己瞎猜的。李太医，你不必急着否认，也不必埋怨一欢。对于你们过往所犯之事，我今日就金口玉言，赦了你们。多谢主子恩典。微臣以前闯荡江湖之时，的确做过一些不法的勾当，但如今是全心全意跟着主子，没有主子的吩咐，绝不敢任意妄为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心中不必再有包袱，只管好好的给我谋划谋划，怎么样顺利的劫出银两，救助百姓。臣遵旨。建清，你今日怎么如此糊涂啊？你居然敢答应帮着皇上打劫官府，你这就等于是默认了你们过去是打劫官府的盗贼，知道吗？一欢就是这样，总是说漏嘴，一点分寸都没有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这么一来，康熙只会把我们当作是一般行侠仗义的江湖盗匪，反而不会疑心别的。那你们也不该真的去打劫官府啊，万一出了什么意外怎么办？康熙都这么说了，我能不做吗？我自会把一切安排妥当。如果真的出了什么意外的话，大不了放弃行动。劫不到粮食跟银子，我跟欢妹自有办法脱身，叔父不必担心。你们呐，毕竟还是太年轻，不了解皇上的心思。此时纵然成功解了皇上的燃眉之急，他或许此时赏识你，可是等他冷静下来，他又会觉得你目无法纪，不易控制，到时候又会对你们生出排斥防范之心。多谢叔父提醒。叔父说的这些，侄儿心里何尝不明白。但是，
这次行动若能顺利完成，就能解救诸多灾民。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可是如此一来，你跟易欢的处境就十分危险，我也危险呐。叔父，你如今有钱有势，吃腻了山珍海味，所以你不再关心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灾民。可你难道忘了吗？当年跟我爹在死尸堆里找食物的惨状。你当年但凡有3寸宽的活路，又何至于进宫当太监？这次行动，如果真的能解救这些灾民，我们能避免多少这样的悲剧发生，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，不是吗？哎，龙小弟，我刚刚给你2颗变身丸，还没有给我钱呢。我现在哪有钱给你啊？行吧，那我就先记在账上，看在你是我兄弟的份上，利息看着给吧。趁火打劫，你比酒鬼的奸商还要奸。欢妹，别闹了。你到了山西商会了，裘贵见过我们，千万别让他识破我们的身份。你们先进去，我在外面守着。知道了，爷爷你慢点走啊，别摔着啊。走吧，孙儿。走吧。呀，不如让我留在这儿，还能帮您抵挡一阵呢。您觉得呢？好了，你既然不想出去，那就留下吧。是。皇上，行了。易欢是皇宫里边朕最信任之人，也是朕最心爱之人，你但说无妨。1个月前，罪臣得到一件密报，说是当年这崇祯帝吊死在万寿山之前，留下了一个铜匣，这铜匣里装了一份藏宝图，据说这批宝物富可敌国，得知者便有能力组建一支强大的武装，以对抗我大清王朝。难怪当年多尔衮进京之后，没有搜到什么值钱的宝物。原来崇祯那个昏君早有准备。除了这份藏宝图，这铜匣里，还有一份名册，上面详细记录着反清联盟的各个秘密据点，以及潜伏在我大清王朝上下的逆臣贼子的名单。那就更重要了。我大清虽已入关30余年，但是天下还有不少人心怀旧主，不服我大清的统治。这朝野上下必定还有不少居心叵测之人。哎呀，花儿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。皇上，奴婢的头疼病又犯了，能不能让奴婢回奴婢的永乐斋休息一会儿啊？肯定是你刚服下了解药，这毒性还未清除。这样吧，你到朕的玉榻上休息一会儿。啊，不用了。这皇上的玉榻，奴婢怎么敢去躺呢？你什么时候跟朕这么客气了？啊？你必须得在朕面前变得好好的，要不然呢，朕不放心。来，走吧。皇上，你好好休息一下。皇上，进来吧。那个铜匣现在在何处啊？回皇上，当年多尔衮得到了这个铜匣，却未解其意，所以把这铜匣连同其他物品一起收入到了国库。3个月以前，罪臣得知了这铜匣的秘密，并到内务府找回了这个铜匣，拿到了府上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居然不禀报朕，私自拿回了府上？罪臣该死。不过，皇上已经派人查抄了罪臣的府邸，想必那铜匣现在已经送回到大内的宝库了。来人，
奴才在。传索额图，便让他把查查敖府的所有账目一起带上来。这……天哪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必须赶在索额图来之前赶回永乐斋啊，把铜匣给藏起来。皇上，奴婢这不是余毒未罄，而是奴婢的头疼旧疾又发作了。能不能让奴婢回永乐斋，让奴婢的哥哥给奴婢治下病啊？你都疼成这样了，还怎么回永乐斋啊？朕现在马上就传你哥哥过来。皇上，不用了。奴婢如果在这儿治病的话，恐怕会影响皇上处理政务的。没事儿，这索额图住在宫外，过来还要一段时间呢。朕先选你哥哥，让你哥哥过来给你看病。你要是不在朕面前变得好好的话，朕这个心里啊，放不下。来人，传李太医。龙小弟啊，你干嘛对我这么好啊？你这不是急死我了吗？等朱哥哥来了，我暗示他赶在索额图前面去把铜匣藏起来。禀皇上，李太医采买药材去了，只有蔡太医当值。朱哥哥一定是去慈航药铺跟爹接头了。哎呀，朱哥哥，你这次出宫的可不是时候啊！世淑姑娘突然头晕，你过来给她瞧瞧。是。待微臣给世淑姑娘扎上几针，先止住头疼再说。皇上，哎呀，奴婢的头疼好像好了。皇儿，你可不能因为害怕扎针，就不配合太医给你治病啊！没有，是真的，奴婢的头疼就是这样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奴婢现在已经没事了。真没事了？真没事了。好吧，你先退下。是。现在怎么办呀？嘿，完了完了，这下死定了！索大人，索额图，从鳌拜府里查抄的宝物都在这个账簿上吗？回皇上的话，全部都在这单子上。那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个很特殊的铜匣子？什么铜匣子？奴才没有见过。大胆索额图，朕让你查抄鳌府，你就借机中饱私囊。若是平常的宝物也就罢了，朕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但是这个铜匣关乎到我大清的国运，到现在你还不肯交出来，你有多少脑袋让朕砍呢？皇上，奴才对您不敢有所隐瞒呐。奴才这次查抄鳌拜府，确实是小捞了一笔，可都是些普通不过的金银珠宝啊。奴才实在是没见过什么铜匣子。哦，对了，皇上，那天查抄鳌拜府，世淑姑娘她也去了。皇上，奴婢全招了。奴婢是顺了好多金银财宝，可是那是索大人说的呀。索大人说那是皇上您默认了的。索额图不敢撒谎，那这个铜匣一定是被你顺走了吧？皇上，你也知道，奴婢就是个糊涂虫。那天顺了那么多东西，高兴的都忘记东南西北了，哪还记得有没有什么铜匣呀？那铜匣是不是在永乐斋啊？如果是被我顺走的话，当然是放在皇上赐我的永乐斋啊。好，那朕就亲自去跟你看一看。对了，这件事情不许让任何人知道，尤其是太皇太后。你们二人听明白了吗？这你们都下去吧。
你把东西放哪儿了？我怕你给我派过来的太监宫女手脚不干净，所以我就把那些都藏在床底下了。不过你是皇上，你肯定不能跟我一起钻床底吧？还是奴婢去吧。哎，你个笨丫头，朕是不能跟你一起钻床底，但是朕可以跟你一起把这个床挪开，对吧？您说的对。老大，这个铜匣还真在这儿呢。老大，老大，宣太医，宣太医！皇上，臣妹一时旧疾发作，晕了过去。那他这个头疼的病，有根治的办法吗？他这病，打一出生就落下了，时不时就会发作。微臣想尽一切办法，也没办法根治。皇上，大哥，你也在啊？啊，老大，你好些了吗？李太医，这儿没你的事儿，你先退下吧。微臣告退。老大，你刚刚的脸白得跟纸一样，真的要吓死朕了。其实，要治我这病也不难，只是没有药引罢了。朕知道，你跟朕说过，要根治你的病，需要3颗龙珠做药引。这个龙珠就是皇帝的眼泪。只不过，朕自8岁登基以来，面对风云诡谲的诸多变局，性子早已磨得极为坚韧，恐怕真的流不出来了。我知道呀，你是皇上，是天子，岂能轻易流泪？不过如果想要你流眼泪的话，挺简单的，直接灌你1碗辣椒水，别说是3滴了，就是1盆也没问题。你这病情刚刚好转，就想着欺负朕，看朕怎么收拾你！哎，陆小弟，我头还晕呢。老大，要是真的能治好你的病，别说眼泪了，就算是朕的龙血，朕也毫不吝啬。只不过朕从来不相信这些偏方，这都是人力和药力无用之时，才会想借着所谓的帝王之气来寻个安慰罢了。来，皇上，那个铜匣子找到了吗？当然找到了，肯定是你这个小迷糊，觉得这个铜匣精致漂亮，就把它顺回来了，是吧？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大一笔财富，所以顺了一些回来。龙小弟不会怪我吧？不会的。哎呀，还好啊，这个铜匣子已经找到了，而且啊，没有被太皇太后知道，要不然啊，朕都不知道怎么保你了。哇，这个铜匣好漂亮啊！不对啊，
这个铜匣子虽然是跟鳌拜府的一模一样，但是我做了个记号，这不是我从鳌拜府中拿过来的那个呀，是谁敢在我之前把铜匣子换了？难道是朱哥哥？朱哥哥真是太聪明了。老大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如果这个匣子里面全都是钱明的藏宝图，那龙小弟你就发大财了。老大呀，老大，你还真是个小财迷啊！这藏宝图固然重要，但里边的那些反清复明的逆贼名单，对朕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。朕还要拿着这个铜匣去见鳌拜。老大，你就先好好养着啊。好。神仙保佑，神仙保佑！千万别让鳌拜看出来那个匣子被人调包了，不然我就完蛋了！神仙保佑，神仙保佑！罪臣鳌拜，拜见皇上。凭什么？谢皇上。鳌拜，你瞧瞧，这个铜匣，是否就是之前你私自从国库里拿的那个？回皇上，没错，就是他。皇上，这铜匣子为什么会在李欢的手中？难道仅仅是因为他贪财，凑巧被他给取走了？罪臣的府上有太多值钱的金银珠宝，为什么他偏偏选上这个？皇上，您不觉得有些可疑吗？蹉跎，奴才在。之前你和奕欢一起去查抄鳌府的时候，奕欢是怎么得到这个铜匣子的？可有什么异样？回皇上的话，当时鳌拜府已经查抄完毕了，可奴才并没有发现大补丸的解药。奴才正在着急的时候，手下来报说，发现了一间密室。瞧见没有？这个地方机关重重吧？里面不知道藏了多少宝贝。都过了1个时辰了，师叔姑娘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哎呀，别催我了。就是说，恐怕我们的手是真的保不住了。是啊，能不能不要这么绝望啊？我有种预感，我很快就能打开，很快。真的假的？行不行啊？都过了1个时辰了，还没打开吗？我打开了，我打开了。这个密室的门连工匠都打不开，奕欢居然能打得开。皇上，这李奕欢来历不明，行迹可疑。皇上，世淑姑娘说了，她当时在鳌拜府期间，曾经看到过鳌拜打开那间密室，所以她记住了手法，才能打开那间密室。而且世淑姑娘也是前后鼓捣了差不多有1个时辰，才打开了那间密室。奕欢之前跑江湖的时候是个小贼，会一些旁门左道的技艺，也不奇怪吧？是啊。跟着，我们就进了这间密室。哎，世淑姑娘，没想到啊，这鳌拜老贼的密室里，珠宝多的比皇宫里还多。可不嘛。大人，要不然这样，咱俩呢先挑点，剩下的入账，您觉得呢？和世淑姑娘一起犯案，真的是太开心了。这样，您那边，我这边，怎么样？行动。哎，世淑姑娘，你这就挑好了？啊，当然了。再多挑点嘛！啊！哎，不了不了，我挑的已经够多了。索大人，您再接着挑点呗。皇上，派奴才去查抄鳌拜府，奴才却借机中饱私囊，真是罪该万死，请皇上恕罪。
行了，起来吧。谁不知道查抄敖府是一个大肥差啊？朕之所以派你去查抄敖府，就是为了对你之前的功劳进行赏赐。只是你需要懂得分寸，不要过分即可。这，奴才明白了，多谢皇上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易欢他只是随意挑了2样珠宝。是，世淑姑娘将一尊玉观音，还有一些珠宝，连同这个匣子，装在一个大箱子里就带走了。她可能看到这个匣子造型独特，所以顺手就拿走了。女孩子嘛，除了挑一些贵重值钱的，她会挑一些稀奇古怪、有趣的东西拿走。她倒一直是这么一副大大咧咧、贪玩贪钱的样子。皇上，如果您是这么想，那罪臣也无话可说了。鳌拜，你说李氏兄妹是前明的余孽，他们接近朕是为了得到这个铜匣，那他们都已经得手了，为何不就此远走高飞？而且朕之前去永乐斋拿这个铜匣的时候，他们为何也毫不在意？皇上，刚才李易欢突然头疾发作，一时想要独自回永乐斋，一时又要李太医过来问诊，说不定他是故意装病，想利用这个时间去转移这匣子，只是阴差阳错没得逞罢了。不对，易欢不是装病，刚才回到永乐斋的时候还晕倒了，朕能看得出来，那绝非伪装。那皇上这样认为，就算是罪臣多疑了吧？什么？铜匣不是被你调包的？我哪有时间调包啊？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鳌拜已经知道铜匣的存在，并且还告诉了康熙。那铜匣会被谁调包呢？难道是康熙啊？不可能是他，他也是突然听鳌拜提起铜匣，连铜匣的样子都没见过，怎么可能来得及伪造一个赝品呢？那个赝品伪造的极为精致，几乎可以以假乱真。我想鳌拜多半没有看出来那个铜匣被调包了，不然康熙肯定会对我兴师问罪的。小师妹，你如何认出铜匣被调包了？是这样的，那个铜匣上不是雕着一条龙吗？龙上面有一颗珍珠，我见那颗珍珠长得特别可爱，我就上去撬啊撬，结果上面就留下了一道很浅很浅的痕迹。真是胡闹！万一不小心触动了机关，那铜匣里的宝藏图和名册就被您给毁了。我知道了。皇上，据探子回报，这铜匣子是崇祯皇帝请了能工巧匠精心打造的，须得用3把金钥匙同时插入这3个锁孔，方能打开。这3把金钥匙却1把都不可，否则就会触动机关。里面的藏宝图和反清联盟的名单都将损毁。那这3把金钥匙现在在何处？一把在南明册封的晋王李定国手中。传言这李定国10多年前就战死在沙场上，那把金钥匙也不知所踪。据探子密报，这李定国实际上并没死，并且一直暗中在领导着反清复明联盟。一把在台湾郑经的手中，最后一把金钥匙在永历帝的身上，而永历帝多年前被吴三桂绞杀，所以这把金钥匙有可能就在吴三桂的手中。所以之前你以朝廷的名义下旨，让吴三桂送回永历帝的遗物，就是为了得到那把金钥匙。没错，眼下这吴三桂已派庶子吴应奇护送这些遗物入京。如果这批遗物中有这把金钥匙，说明吴三桂他并不知晓内情；如果这批遗物当中没有这把金钥匙，则说明吴三桂不仅知道内情，而且私下藏匿了金钥匙，必定是起了反叛之心。鳌拜，
你能将如此重大的秘密交代于朕，说明你已有了悔罪之心。好了，你先退下吧，朕会让索额图送你回府的。谢皇上，不杀之恩。索额图，老夫有一事相求。哎，中堂大人言重了，您可是3朝元老，国之重臣，索额图哪里担当起一个求字啊？老夫以前虽是令尊索尼大人的政敌，可如今你正受皇上恩宠，风光无限，老夫却已落到这步田地了。还望索大人不要再记恨老夫了。中堂大人言重了，天意难测，也许中堂大人早晚有东山再起之日，这也未可知啊。嗨，你就不要再说这种话来挤兑老夫了。老夫今日所求之事，并非是为了一己私利，而是为了我大清的江山呐。哦，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敖大人为什么不刚才当着皇上的面把话说清楚呢？反而要跑到这儿对着我索额图私相授受。皇上哪儿还听得见老夫的话呢？索大人，请务必盯紧李太医和李易欢兄妹2人。哎呀，我说中堂大人，您还是省省吧，别老想着去报复李氏兄妹了啊！你，哎，索大人，老夫真的不是为了报复。眼下皇上正在迷恋李易欢，听不进去老夫的话。老夫越想越觉得李氏兄妹2人来历不明，身份可疑。待老夫回到府上，定会发动自己手下的情报网去暗中调查他们兄妹2人，但这需要一段时间。在未调查清楚之前，还望索大人能够多加提防他们兄妹2人才是。哎呀，我说中堂大人，你是不是在天牢里关了这么几天，给关傻了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他们李氏兄妹现在是皇上眼中的大红人，你竟然挑唆我索额图，去帮着你对付李氏兄妹，我会傻到帮你去逆龙鳞吗？我就知道你不可能帮着我鳌拜，你索额图只会借机把老夫往死里踩。但是为了大清的安危，老夫今日就放下私怨来求你这个政敌。索额图，你想想，若是这李氏兄妹2人来历清白，不是那前明的余孽，你去捧他们的臭脚，自然会是前途无量。若是这兄妹2人是那前明的余孽，那后果就是不堪设想。所以，请你暗中帮老夫查明他们2人的来历，看清楚了再下注也不迟。行了，踏踏实实的回家歇着吧。既然鳌拜已经知道了铜匣的秘密，肯定也知道了金钥匙的秘密，现在连康熙都知道了，这情形对我们非常不利。偏偏铜匣要被人给调包了，得亏让别人给调包了，要不然落在龙小弟手里那还了得啊！这调包铜匣的人呢，肯定不是清廷的人，落在他们手里总比落在清廷手里要强吧？可是谁能从永乐斋调包铜匣呢？而且这个人还知道铜匣的秘密，还能自由出入大内深宫。知道铜匣秘密的人，除了咱们，还有鳌拜这一派势力。该不会是李公公？有可能。这李公公表面上是太皇太后的人，其实啊，早就被鳌拜给收买了。
如果铜匣是被李公公调的包，那现在应该落在鳌拜的手里。鳌拜和康熙一样，都只是假意讲和，他不会把真的铜匣交给康熙的。可现在，鳌拜刚刚出狱回府，李公公应该还没有跟他去接头。而且康熙加强了宫禁守卫，无论是谁，只要出入宫者必须搜身。我估计李公公还没有把铜匣带出宫去。之前义父一直让我用大补丸的解药控制李公公，我还一直心存怀疑。现在看来，也只能控制住李公公，再盯住鳌拜，这样才能找出铜匣，查出内奸。咱们师徒4人顺利进入皇宫，接近了康熙，得到了他的信任。这一切都太顺利了，以至于咱们盲目乐观，让到手的铜匣又失去了。看来这深宫中暗藏着很多咱们意识不到的危险，往后咱们行事一定要更加谨慎，尤其是小师妹。还好没有集齐3把金钥匙，所以即使得到了铜匣，也没有任何意义。不知道倩影和默笙他们有没有从吴应奇手中拿到1号金钥匙？刚刚听吴应奇说，山西总兵舒建已经亲自带着200精兵前来会合，最快的话，应该明天就可以碰面。如果让舒建接管车队，那么就很难有机会下手了。所以今晚你一定要骗吴应奇，说出金钥匙藏在什么地方。我明白。二公子，有些茶点吧。叶兄，倩影，过来喝点茶，吃点点心吧。这就来。倩影姑娘为什么叹息？公子的琴声，表面听起来很是欢快，可细细一听，里面又藏了很深的心事，让我心有共鸣，所以不免叹息一声。这是我以前最喜欢弹的一首曲子，可从来没有人能听出我有心事。倩影姑娘，你真是我的知己。公子，我们现在已经在山西境内，明天就与舒总兵他们会合，公子也可卸下重任。不知还有何其他心事？你不明白，此次护送永历帝的遗物进京，是我主动向父亲请缨的。我倒是希望可以护送的越久越好，路途越长越好。哦，为什么？实不相瞒，我是借着此次任务来逃婚的。
逃婚？公子已经订婚了。公子是平西王的儿子，身份显贵，想必那姑娘也一样，定是出身高贵，各方面都万里挑一的佳人吧。我父王为我定的未婚妻，是云南当地最大势力刀土司的女儿，名叫刀铁凤。她的人如同她的名字一样蛮横泼辣。那公子，你父王为何给你许这门亲事？像我们这种出身显贵的子弟，姻缘之事早已是父辈们用来权势结盟的筹码。朝廷对我父王很不信任。我嫡出的大哥吴应兄，他被留在京城，迎娶了建宁公主，表面上是做了出身显贵的额驸，可实际上是被朝廷留作了人质。而我也是一样，迎娶刀土司的女儿，也是为了壮大我父王的实力。作为平西王之子，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。其实身份、地位、财富，对我来讲，我根本就不在乎。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我宁可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，平淡一生，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。公子执行完此次任务，怕是就要和刀土司的女儿成亲了吧？所以我希望这次的路程越长越好。可明天就要和舒总兵他们会合。哦，对了，公子，你身后这箱子里放的就是永历帝的遗物吧？正是。明天就要和舒总兵会合了，石青红始终是不放心，非要把箱子放到我这里。不怕公子见笑，乡野小民我从未见过皇帝的用品，不知公子可否让我开开眼界？其实也没什么可看的。永历帝被缅甸王送回去以后，已经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了。他身边的随身之物，也没有一般帝王的气象。不过你要看，我给你打开就是了。公子与我相识还不到1月，就对我如此信任吗？我相信缘分。有些人一见如故，而有些人日日相见，却相顾无言。这和普通人家的用度相差无几，难道都是这些衣物，就没有什么稀罕物吗？这流亡的皇帝，怎么也该有几件随身的配物吧？永历帝当年虽然落魄了，可是至少还有一帮忠臣死士相随，所以金银珠宝也是有一些的，就在这个首饰盒里面。那我能看看吗？当然可以。不好意思，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皇帝的东西，实在是太紧张了。没关系，拾起来就好了。
这可是亡国之君的东西，怕是不吉利。你身为平西王之子，还是不要碰这些不吉祥的东西。我来吧。有劳姑娘。我原本以为吴英奇心思缜密，很难对付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轻松的就拿到了1号金钥匙。看来吴英奇对你真的是一点防备都没有。他根本就是个心思单纯的富家公子。他进京之后，如果朝廷发现这金钥匙被调包了，那他会不会有性命之忧啊？师姐，金钥匙我们都拿到了，你还担心他干什么？朝廷最好把他打入天牢，一怒之下再杀了他，这样就能逼得吴三桂起兵造反了，我们光复大明就指日可待了。二公子，卑职有失远迎。若不是半路遭遇劫匪，在下也绝不敢劳动舒总兵，还望舒总兵见谅。哪里话，同为朝廷效力，二公子若有什么闪失，卑职如何向圣上交代，又如何向平西王交代？那就有劳舒总兵了。永历帝这批遗物可都还在？我之前特意将永历帝的遗物放在一个不起眼的箱子里，劫匪们有眼无珠，只劫走了其他箱子，却唯独把这个箱子留了下来。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。劫匪们有眼无珠，只劫走了其他箱子，却唯独把这个箱子留了下来。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。永历帝这批遗物事关重大，二公子可否允许在下检验一下？当然可以。请。这箱子当中可有一把金钥匙？金钥匙？这我倒不曾留意。不过永历帝的遗物里有一个首饰盒，不知舒总兵说的金钥匙在不在那里面？石柄上果然有一朵白玉莲花。看来就是这把金钥匙。二公子，卑职奉了皇上密旨，要贴身保管这把金钥匙。朝廷让家父运送永历帝的遗物，难不成就是为了这把金钥匙吗？不知这金钥匙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吗？二公子，遗物您已经送到，就算完成任务了。回去也好向平西王爷交代。至于别的嘛，恕卑职无可奉告。是在下失言了。
二公子，你一路车马劳顿，请至前方驿馆歇息，请。多谢舒总兵。老大，你装这副可怜的样子给谁看啊？这又不会吃了你。谁知道你玩性大发，会不会把我给吃了？不是，你真把朕当老虎了？好，就算朕是老虎，那你也是一只刺猬，浑身长了刺儿，怎么下口啊？在我眼里，你比老虎要可怕多了。一声令下，我浑身的刺都得被你拔得精光。朕什么时候把自己当成皇帝来欺负你了？大多时候朕都是把自己当成你的龙小弟，什么时候把自己当过皇上啊？那谁知道你什么时候把自己当成龙小弟，什么时候把自己当成皇上呢？谈及国家大事的时候，那朕就是皇上；平常偶尔玩性大发，逗你欺负你，不对，逗你被你欺负的时候，那朕就是龙小弟。那你现在是想跟我谈国家大事呢，还是想逗我欺负我呢？不是老大，朕有一件要紧的事要和你商量。那请皇上回到御座上，我们正正经经的谈吧。行了吧？说吧。老大，朕已经派了索额图和一批大内高手去盯着鳌拜，但是朕毕竟是天子，金口于言，答应过鳌拜让他继续掌管自己的手下情报网，所以啊，索额图他们也不好干涉鳌拜手底下的人正常工作。这件事情不能让太多人知道。朕想派你还有你哥哥去盯着鳌拜，跟踪他手底下的人，摸清他的整个情报网。除了索额图，皇上还派李太医和世淑姑娘，也都去了鳌拜府，暗中盯着鳌拜。那依你看，这兄妹二人可信得过？他兄妹二人都是皇上亲自挑选的，奴才不敢妄议。你大胆地说，无论你说什么，哀家都恕你无罪。谢太皇太后。奴才觉得他兄妹二人还有些本事，能为皇上办点事，对皇上呢也还算是忠心。可鳌拜却说，这兄妹二人来历不明，心怀叵测，那奴才也就分不清深浅了。现在皇上很信任他们兄妹二人，所以哀家呢也不好说什么。不过他们都是来自乡间的，确有些疑点，还是防备着点好。奴才斗胆请太皇太后示下，让奴才也去鳌拜府。一来呢，可以帮着皇上盯着鳌拜；二来，也可以查探查探他兄妹二人是何底细。哀家给你一道手谕，让你自由出入鳌拜府。你要记住，探出什么，立马就要回来禀报哀家，切记不能惊动皇上。奴才明白。皇上没有怀疑你吧？哦，暂时没有。不过宫中现在正在彻查内奸，凡是你派进去的人，还有你的心腹，推荐进宫的宫人，都给撤掉了，基本上都换成了索额图的人。老夫眼看着就要落败。皇上现在重用索额图，你可是想着要去投靠索额图了？岂敢岂敢，奴才的命还在中堂大人的手中呢。谅你也不敢。是。这是这个月的大补案，拿去吧。多谢中堂大人。如今这皇上只看重索额图和这李氏兄妹二人，根本就听不进去老夫的话。这样，你回宫以后，
替老夫在太皇太后面前多多美言几句，让太皇太后悄悄地来见老夫，告诉太皇太后，我有要事禀报。这个老奴已经试过了，可是太皇太后说……太皇太后说什么？你照实讲来。太皇太后说中堂大人的性格桀骜不驯，当年又帮他对付过多尔衮，如果现在见了，怕你倚老卖老翻旧账，让他也不好办呢。所以，他想让你再冷静冷静，等你彻底想明白了，他再过来见你。难怪民间有句老话：“青竹蛇儿口，黄蜂尾上针，两者皆不毒，最毒妇人心。”这个女人既狠毒又狡猾。当年她为了能让福临登基，她就利用美色去诱惑那个多尔衮。福临亲政以后，她又利用老妇去对付多尔衮。现如今，他的孙子玄烨要亲政了，他现在又容不下老夫了。还给我！公公在吃什么？李太医，你这三更半夜的闯入咱家房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咱们原来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以前的事情咱们心照不宣，以后在宫中互相帮衬。公公不必着急，我连夜来找你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公公商议。有什么要事啊？侄儿李建清叩见叔父。你是？叔父，我跟奕欢都是李定国的儿女，我们是您的亲侄儿侄女。原来鳌拜说的是真的，你们两个进宫果然是图谋不轨啊！我爹让我转告给叔父，希望叔父顾念骨肉亲情，在宫里对我们兄妹。不要说了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告诉你，这绝无可能。你们不要再叫我叔父，我没有你们这些亲人。看来我爹说的没错，叔父心里只有荣华富贵，没有我们这些骨肉亲情。随你怎么说，你回去告诉你爹还有你妹妹，我不会出卖你们，但我也求你们不要再连累我了，好不好啊？不管将来怎么样，你们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早就当你爹40年前就死了，你们也当我40年前就死了，好不好啊？好，那我们便不讲骨肉亲情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李太医，我没有病，不劳您给我把脉。我不是在把脉，而是在测你的心。接下来我会问你很多问题，如果你撒谎的话，你的脉象便会出错。你果然跟你爹一模一样，对我的算计多过亲情。叔父，只要你把铜匣交出来，我们还继续从前的约定，心照不宣，互不干涉。铜匣？什么铜匣？叔父装什么糊涂？你刚才夜探敖府，并没有把铜匣带出去，所以这铜匣还被你藏在宫里。你说的是那个藏着藏宝图还有钱铭余孽名册的铜匣？那不是奕欢从鳌拜府上已经拿走了，后来又被皇上在永乐斋给找回来了吗？那个铜匣是假的，真的铜匣
放在永乐斋被人调包了。你怀疑是我调的包？不是你还是谁？我知道叔父想用铜匣去换鳌拜大补丸的解药。叔父，你可以不帮我们，但是也不能去帮鳌拜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啊！叔父要的大补丸的解药，我能解，只要你交出铜匣，以后每月我会把大补丸的解药亲自给你送过来。叔父那个时候就不用再受鳌拜的挟制了。原来你能解大补丸的毒，难怪你敢背叛鳌拜。可是铜匣真的不在我身上，贤侄，你既然能解大补丸的毒，那就赶紧给我解药吧。叔父变脸还真是快，刚才还口口声声不想认我们这些亲人，现在居然叫我贤侄了。我这是没办法被逼的。俗话说，好死不如赖活着嘛。好，既然叔父想活不想死，那么只要你把铜匣交出来，我马上把大补丸的解药给你。这铜匣真的不在我身上，你想想，这么机密的事情，鳌拜怎么可能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呢？真的不是我调的包，你们要相信我呀。叔父要是不愿意交出铜匣跟我们合作，那我就不能给你解药。你口口声声叫我叔父，居然还要挟我！你讽刺我说我贪图荣华富贵，不顾骨肉亲情，而你们呢？你们就不自私，不冷血？从脉象上看，叔父的确不像是说谎，而且奕欢也跟我说过，你的确从来没有进过永乐斋，而且叔父也不会功夫，也没办法半夜从永乐斋将铜匣盗走。既然叔父不知道铜匣的下落，那侄儿就先告退了。哎，等一等，解药呢？